今集我會為大家繼續介紹 MSC World Europa 郵輪船上餐廳同設施。開始之前，大家記得先 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 Polytrips 嘅 YouTube channel， 撳埋個鐘仔就唔會錯過新片上線啦。好，我哋出發。Cruise control, my mind stuck in a polytrip. Waves crash harder than the lines I spit. See your thoughts, I'm the captain, no shipwreck. Maps in my head, X marks the intellect. Salt on my tongue, taste the future's mist. Ocean's whispers, every lyric's a twist. I don't surf, but I ride these flows. Currents of chaos, that's how the story goes. Drifting in the dark, chasing neon skies. Echoes of the waves, where the siren lows. Bullet trips and a midnight cruise, sailing through the sea. 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全新郵輪線上預訂平台 Polytrips 嘅 YouTube 節目頻道品味遊輪住嘆世界。我係你嘅郵輪顧問大師 Miss 鐘鐘。今晚呢就嚟到試 Specialty Dining 啦。聽聞呢一個 Steakhouse 係 MSC World Europa 呢一艘船最受歡迎嘅一間餐廳，要訂台一定要趁早啦。我個頭盤蟹肉餅啱啱到，試下好唔好食先。比我想象中好食好多，真係有啲蟹肉味，果然冇介紹錯。另外一間特色餐廳就係西班牙菜，好啦，色彩繽紛，真係好有西班牙嘅氣氛啊！介紹另外一個 Specialty Dining 就係日式餐廳啦。日式餐廳又包括 Sushi Bar， 亦都有 Teppanyaki。而喺度帶大家參觀一下 Teppanyaki 究竟係點樣啦。一般坐郵輪嘅朋友仔就最中意，因為呢一個除咗係一個食飯地方，亦都係一個真係 entertainment 嘅場地。一般 Teppanyaki 都會好開心，因為廚師會同你又玩又跳，係一場邊食邊玩嘅 entertainment show。嚟到船上18樓晚餐時間，就帶大家睇一睇究竟船上嘅自助餐係點樣啦。入嚟就有洗手盆、酒吧區，順便睇一睇嘅夜景先。呢邊就係茶水間，呢度有自助買酒區，紅酒、白酒，仲有啤酒。嘟下張士卡就可以買杯啤酒或者紅白酒啦。呢個餐廳好大嘅。冰同水就係自助免費嘅，咁亦都有熱水、茶包，但係講到有氣嘅礦泉水就要收費啦。呢一個就係收費嘅礦泉水。係時候帶大家睇一睇究竟自助餐有啲咩食啦。先經過生果區，再嚟到甜品區。沙律吧，沿住餐廳繼續行，就會見到更加多食物啦。另外仲有一間受年輕人歡迎嘅餐廳 Pizza and Burger， 呢度係走美式復古工業風嘅裝飾，你可以睇到類似老式唱片、霓虹燈嘅元素，非常有活力。呢間餐廳係24小時營業，所以夜晚睇完 show 都可以過嚟食宵夜啦。之後再介紹另一間意式優雅氣息嘅主餐廳 La Foglia Restaurant。La Foglia 意大利文係葉嘅意思，
所以你會發現佢嘅設計有好多葉形狀嘅裝飾，風格非常清新且現代。佢運用咗好多自然嘅線條與柔和色調，俾人感覺唔似喺封閉嘅船艙，反而覺得喺某個高級歐式溫室花園裏面一樣。嚟到船上8樓呢一度咧，就有好多餐廳同酒吧。呢度每一個酒吧都有各有特色。呢一個就係 Gin Project， 專係 Gin 烈酒為主。樓下咧又係另外一個酒吧，專飲啤酒為主啦。有一個 juice bar， 非常之健康啊！乘客可以揀選自己中意嘅果汁。當然啦，如果冇 drink package 嘅朋友仔，就當然係要收費嘅。一陣嚟嘆翻杯先。一家大細上到呢艘郵輪，設施上當然唔少得要有雪糕糖果區。牆上面霓虹燈閃閃發亮，絕對係成艘船上最適合影相打卡嘅地方。而且呢度可以提供多種口味嘅意式 gelato 雪糕選擇，仲可以買啲朱古力甜到返房啊！呢一度就係船上嘅 tea house。嚟到呢個 tea house 咧，所有茶嘅系列咧，如果你有 premium drink package 就係免費嘅，其他 package 咧就唔包啦。咁但係食物方面咧就全部有收費。下午茶可以過嚟嘆一嘆，食翻件甜品，再飲杯茶，幾好噶。嚟到8樓，仲有一個專飲 champagne 嘅酒吧 ，Fizz Champagne Bar。呢一間見到嘅樣，大家就估下究竟係飲咩酒？就係專飲 cocktail 嘅 Mixology Bar。晚上嚟到呢一個酒吧，就可以整翻杯靚 cocktail， 而呢度嘅 cocktail 其他酒吧係冇㗎。呢一度呢，就係另外一間好著名嘅特色餐廳，叫 Garden Kitchen。點解咁著名？英文係米芝蓮廚安排負責 Open Kitchen Concept。最特別嘅就係有自己嘅 garden。聽聞呢度種嘅菜或者係拌菜，都係真係用嚟擺上碟㗎。係時候出發睇下船上嘅快樂究竟係點樣啦。嚟到船上6樓，仲有另外一間酒吧，晚上就飲酒地方。大家睇下，好熱鬧啊！呢度由於要應付6000幾人進餐，所以呢度有3間免費主餐廳。我哋睇睇其中一間 Bubbles Restaurant。餐廳最迷人就係佢嘅圓潤流線型裝潢設計，天花板同裝飾細節，營造出一種輕盈時尚嘅用餐氛圍。之後，我哋再去睇睇呢間主打食海鮮嘅特色餐廳 La Pescaderia 魚市場餐廳。呢度唔止係一間餐廳，佢更似係一個高級嘅海上海鮮市場。入到餐廳，你會先被鋪滿冰塊嘅魚類展示櫃吸引，你可以親自挑選想要食嘅魚，就好似喺碼頭邊同漁夫買魚一樣有儀式感。
呢度一般咧午餐同晚餐咧都有 package 嘅。呢度係船上嘅卡拉 OK。喺呢一艘船上邊咧，主打就係好多收費嘅活動，例如呢啲電動遊戲啦、F1 Simulator 啦，甚至有 5D show 啦，呢啲都係呢一艘船咧最多嘅活動。咁佢哋有個 package 係可以有 special offer， 俾多啲 credit。總之買一個 package 就成家人玩，呢個呢，就係佢哋嘅分 pass 收費啦。嚟到大船，尤其是100% 全部 full 嘅時候，大家就會見到好多人排晒隊，連喺按摩前都要排隊。之後再帶大家睇睇呢間 Coffee Emporium， 呢度收集咗嚟自世界各地嘅頂級咖啡豆，無論係帶有果酸味、朱古力嘅醇口感，定係獨特嘅堅果香氣，你都可以喺呢度揾到心頭好。除咗咖啡，呢度仲會提供一啲精緻嘅輕食及甜品，一杯黑咖啡配上一塊 macaron， 苦甜交織嘅滋味，最令人難以抗拒。呢一度就係船上嘅 reception area， 亦都有 excursion counter。一般乘客想 book 定下一次郵輪，可以嚟到呢個 Future Cruise Counter， 咁就會有更加多嘅優惠。只要俾低個 deposit， 就可以攞到額外嘅船上 credit。嚟到呢度就有個 shopping gallery， 今日好多 discount 啦，睇下人頭湧湧啊！睇下有冇啲咩好嘢先。下一集我哋會繼續乘坐 MSC World Europa 郵輪參觀岸上行程，途經國家包括法國、意大利、馬耳他，最後返去西班牙嘅巴塞隆拿。
下星期5下晝6點約定你，一齊感受歐洲文化氣息啦！拜拜。睇完片係咪都好想即刻親身玩一轉呢？想去就梗係上 Polytrips 官網預訂啦。我哋平台直連多間郵輪官方系統，實時價錢，而且所有費用都由郵輪公司直接收取，預訂即時確認，簡單又安全。另外，如果大家有咩關於郵輪嘅想知想問，都可以喺下面留言問我㗎。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支持我哋，下一集再同大家海上見啦！